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識別放手。今次想同你傾一個比較深，但我相信你會明白，甚至你可能正係經歷緊嘅主題：臨終嘅放手。呢個放手唔淨係家屬要學，其實病者都喺度學。佢哋喺生命最後嘅一段路，慢慢準備，慢慢走向一種嘅安靜。如果你而家正係陪伴緊一位走到生命盡頭嘅人，又或者你自己正係面對緊離別，希望呢段嘅聲音可以陪你一陣，陪你一齊行過呢段唔容易嘅路。好多臨終嘅人去到最後，身體會開始變得好安靜，講嘢少咗，食量少咗，反應慢咗，甚至好似唔係好想同其他人有互動。呢啲唔係佢哋唔愛你，唔係佢哋放棄，而係生命自然嘅節奏，就好似潮水慢慢退返落去深海一樣。佢哋嘅身體先放手，心先跟得上。喺呢個階段裏頭，佢哋最需要嘅唔係你要撐住啊，而係一啲好簡單、好溫柔嘅說話。你可以休息啦，我喺呢度，你唔使驚。呢啲說話會令到佢哋安心好多。有時候病者放手比家屬更加早，只係佢哋冇力氣嚟到講出口。對家屬嚟講，放手係另一種痛，因為你仲喺度，你仲要面對明天，仲要習慣冇咗佢嘅世界。家屬嘅放手唔係叫你唔痛，唔係叫你唔流眼淚，而係慢慢接受，我已經做得好足夠。好多家屬喺臨終前會自責，係咪我做得唔夠呢？係咪我應該再堅持多一啲？係咪我太早放手？但係其實放手唔係放棄，而係承認生命走到佢嘅節奏。你唔係推佢離開，你只係陪佢走到門口。你可以同佢講：我喺度，你放心，我會好好，你唔使掛住我。而你亦都可以對自己講：我盡咗力，我會慢慢適應，我會帶住愛繼續行落去。臨終嘅放手唔係邊一個先，邊一個後，而係兩個人喺唔同嘅節奏裏面慢慢靠近一種共同嘅平靜。有時候病者會等家屬一句說話：你放心，我會好好。呢句唔係祝福，而係一把鑰匙，令佢哋可以安心離開。同時，家屬都需要病者嘅信號，一個眼神，一個微笑，一個輕輕嘅握手，好似喺度講：我準備好啦，你唔使再擔心我。識別係因為深深愛過，放手係因為愛仍然存在。但願病者喺最後嘅旅程裏面被溫柔嘅接住，願家屬喺離別之後被溫柔嘅陪伴。願你知道，放手唔係結束，而係愛嘅另一種形態。
如果你願意，可以喺心裏面輕輕嘅對自己講一句：我會帶住愛繼續嘅前行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